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模型玩具情報室啊！我係爆機啊！咁咧，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呢一隻戶愚女帝100% 嘅 figure，係 SHF 由 Bandai 出品嘅可動玩具啊！咁喺同大家介紹之前呢，咁我就不如同大家講下戶愚女帝呢一生嘅事蹟好唔好呢？我哋一路睇片一路聽啦。戶愚女帝呢係日本漫畫《幽遊白書》作者富堅義博中嘅其中一個重要角色。佢係以強大嘅力量同埋複雜嘅內心世界而聞名。戶愚女帝原本係人類嚟㗎。50年前，佢同戀人幻海一齊受邀請參加暗黑武術大會，並贏得咗冠軍。但係呢，喺呢個之前，佢係遭到咗人生最沉重嘅打擊。佢嘅所有弟子被一名叫做繪蓮嘅強大妖怪屠殺，佢自己呢亦都係無力反抗啊，身受重傷。喺呢一場悲劇呢，令到佢深感羞愧同埋自責，認為自己呢未能好好咁樣保護弟子，內心呢充滿痛苦同埋折磨啊！喺暗黑武術大會上面，佢成功咧擊敗咗繪蓮報仇雪恨，但係咧咁樣係未平復佢內心嘅創傷啊！為咗永遠保持青春同埋強壯嘅身體，避免因為衰老而再次無力，佢咧選擇放棄人性，許願成為咧一個長生不老嘅妖怪，從此咧就走上一條不歸嘅道路啊！轉身之後，戶愚女帝咧成為一個力量無比強大嘅 B 級妖怪，能夠自由操控肌肉，甚至連出拳嘅風壓都能夠作為武器。佢同哥哥戶愚女兄咧組成咗拍檔，參加咗新一屆嘅暗黑武術大會，成為主角浦飯幽助嘅強大對手。喺同幽助戰鬥之中咧，佢展現出咗驚人嘅力量啊！俾幽助咧逼使出咧100%，甚至超出咗100%嘅力量啊！但係咧喺呢一場激戰裏面咧，最終咧導致到佢身體咧冇辦法承受肌肉嘅極限負荷而崩潰啊！最後佢係戰敗身亡嘅。死後戶愚女帝咧嚟到靈界面對小閻王嗰陣時，佢主動要求咧前往冥界啊，接受10000年最殘酷嘅懲罰。佢認為咧呢個係對50年前咧未能擊敗繪蓮、未能救下弟子嘅贖罪啊，展現出咧佢內心深處嘅悔恨同埋責任感。雖然咧佢係表面上係冷酷嘅反派啊，但係咧佢行為咧反映出咧佢係一個矛盾嘅靈魂啊。點解呢？原來佢係既追求力量，但係又無法完全擺脫人性中嘅道德同情感啊。戶愚女帝咧嘅背景故事咧，唔單單展現咗佢嘅力量，亦都揭示咗咧佢從人類到妖怪嘅轉變啊，背後嘅悲劇性動機。令到佢咧成為咧幽遊白書中咧一個令人難忘又複雜嘅角色啊！好啦，講完戶愚女帝嘅背景啦，不如咧就講下啦戶愚女帝同浦飯幽助咧喺暗黑武術大會裏面啦嘅重要情節俾大家聽，好唔好？戶愚女帝作為一個曾經嘅人類武術大師，轉化咗妖怪之後咧，展現出佢極高嘅力量同埋冷酷嘅性格。佢喺對決之中咧，展現咗壓倒性嘅實力，尤其係佢嘅肌肉操控能力啊，能夠咧將身體嘅肌肉強化到極限啊，甚至咧達到100%嘅力量啊！而幽助作為靈界嘅偵探咧，曾經多次戰鬥啦，同埋修煉啊，尤其係吸收咗靈丸嘅力量咧，逐漸成長咧，可以能與之抗衡嘅對手啊！呢一場戰鬥咧，唔單止係力量嘅對決啊，亦都係幽助成長嘅證明。咁不如講下啦，戶愚女帝同埋幽助嘅信念嘅衝突啦。戶愚女帝咧代表住冷酷同埋絕對嘅力量，佢認為咧人類咧就軟弱無能啊，對感情咧同埋羈絆咧嗤之以鼻。相反咧，幽助咧就為咗保護同伴啦同埋信念而戰鬥嘅。
特別係為咗桑原嘅死咧而燃起咗佢嘅怒火啊，令到咧呢一場咧唔單止係肌肉上嘅碰撞啊，更係咧佢哋兩個人價值觀嘅交鋒啊！喺戰鬥之中咧，桑原咧為咗激勵幽助咧，故意挑釁戶愚呂弟咧，而且俾佢殺死咗啊！喺呢一件事咧，成為咗幽助咧爆發潛力嘅關鍵啊！幽助喺極度悲憤下咧，突破咗自己嘅極限，靈力咧大幅提升啊，甚至咧令到戶愚呂弟咧感到震驚啊！喺呢一刻嘅對決咧，變成咗轉捩點，亦都令到呢場戰鬥咧進入咗白熱化。喺最後嘅交鋒裏面啦，幽助咧以全力一擊嘅寧遠咧擊敗咗戶愚呂弟啊！戶愚呂弟喺敗北之後咧，展現出咗一絲嘅人性啊！回顧咗自己咧選擇咗成為妖怪嘅過去啊，並且咧喺某程度上咧認可咗幽助嘅成長。最後啦，呢一場戰鬥咧以浦飯幽助嘅勝利告終啊！但係咧亦留下咗一種咧複雜嘅情感餘韻啊！呢一場對決咧唔單止係幽遊白書之中啊最經典嘅戰鬥之一，亦都係深刻咗展現咗角色裏面嘅內心世界同埋成長嘅軌跡啊！好啦，聽到呢度啦，大家都知道咧，戶愚呂弟同幽助咧最後邊個贏咗啦。咁但係咧，我都想講一下咧暗黑武術大會嘅背景啊。魔界富豪舉辦嘅暗黑武術大會吸引咗眾多嘅強者啊。幽助咧幾個人咧參賽咧係為咗咧阻止魔界勢力入侵人間啊。暗黑武術大會呢個篇章呢，其實係幽遊白書裏面最經典嘅篇章啊！幽助同埋隊友呢，喺比賽中呢就面對強敵啊，桑原嘅犧牲呢，亦都激發咗浦飯幽助嘅潛力，最終擊敗咗戶愚呂弟。喺呢一個篇章呢，唔單止咧展現咗熱血嘅戰鬥啊，亦都係深化咗角色之間嘅羈絆。好啦，講到呢度啦，咁啊，大家都了解咗呢隻戶愚呂弟角色嘅背景啦，亦都睇到啦呢隻玩具啦嘅可動性啦。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一條片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有咩問題可以留言俾我，下次再見，拜拜。